大家好啊！今日嚟到福田口岸，就想帶大家由福田口岸行到去呢個愉悅蘭庭。全名係愉悅蘭庭影音速道輕車 SPA 福民店，地址係深圳市福田區水圍村銀莊大廈1013 10號，營業時間係上午嘅10點至到凌晨嘅4點，提供埋電話號碼同埋微信客服嘅二維碼。今次會為大家帶嚟會員嘅優惠。咁好啦，而家就教大家點樣去先。玩食瞓頻道係提供一啲大家可能好熟悉，又或者係完全唔知道嘅娛樂資訊俾大家。我哋除咗設立咗我哋嘅 PG 頻道，亦都為大家帶嚟微信客服嘅優惠。客服會提供唔同場所嘅報價同埋預約服務，大家記得加我哋嘅 PG 群組同埋微信客服，享受更加多嘅優惠詳情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俾翻個 like 啊！覺得有用嘅話，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我哋係一條娛樂嘅頻道，好需要你嘅支持。記得訂閱或者加入會員啦！我哋依家開始啦！嚟到福田口岸之後，我哋過咗關，搭咗扶手電梯落嚟地下之後，嚟到呢個位置，我哋要轉右手邊出呢個玻璃門，一出去就係呢個裕亨路，然後我哋要轉左，沿住裕亨路繼續向前行，又戴翻個頭盔先。我哋行過去呢，大約需要15分鐘，大家亦可以搭一個站去到福民站行過去更加方便。嚟到交通燈嘅位置，我哋第一等紅綠燈，轉咗燈，過咗馬路之後，我哋要轉左，朝住地鐵口嘅方向出發。嚟到呢個位置，我哋望一望我哋嘅右手邊，呢一個位置係福田口岸嘅 C 出口。之後我哋就要乘搭呢個扶手電梯。我哋唔係搭地鐵，但係亦都要經呢個地鐵口過去另一邊，會更加方便。離開咗扶手電梯之後，我哋要繼續向前行。行到嚟前面呢個位置，我哋要轉右。之後繼續向前行，向住 D 出口嘅方向出發。嚟到前面呢個位置，我哋要轉右。之後繼續向前行，前面有個洗手間，喺洗手間嘅前面，我哋要轉左。之後我哋繼續向前行，呢一條路呢非常之直，亦都好少人行，所以我每一次要行過水圍村，我都會建議大家行呢一條路。行到你前面呢個位置，轉右手邊就係 D1，而 D2 呢，我哋就會繼續向前行。咁我哋呢就繼續向前行。之前我哋介紹過嘅深度養生館，同埋呢個凝聚影院速道，都係行呢一條路嘅。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撳翻嚟睇。行到嚟路嘅盡頭，呢個係 D2 出口，菊花路南側。之後我哋乘搭扶手電梯上翻去地面。離開咗扶手電梯之後，我哋望一望我哋嘅右手邊，呢一個位置係福田口岸嘅 D2 出口。離開咗地面出口之後，我哋要靠右行，沿住菊花路繼續向前行。右手邊有間蘭州牛肉麵都幾好食噶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下。嚟到前面呢個位置，我哋要準備過馬路，我哋要橫過呢個福強路。咁我哋等一等紅綠燈，轉咗燈之後，我哋繼續向前行，過晒所有馬路之後，就會進入水圍村。呢一條係金田路，然後我哋沿住金田路入面嘅行人路繼續向前行。喺呢個位置右手邊有間上竹養生館，之前都有介紹過，有興趣可以睇翻。之後我哋繼續向前行，沿住金田路一直向前行。前面左手邊呢個商場就係呢個翠芳一期，佢就喺呢個福田口岸同埋福民站中間，所以我哋呢一直都冇介紹過。有機會呢都想入去揾下有咩鋪頭可以介紹啊！過咗麥當勞之後，我哋望一望前面對面馬路就已經係愉悅蘭庭嚟噶啦。之後我哋就要過埋呢個古井北路呢個交通燈，然後再轉翻過去，轉右手邊就可以嚟到呢個愉悅蘭庭噶啦。
咁而蘭亭呢個入口就喺個平安銀行嘅隔離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帶大家入去入面參觀一下先。如果想貴嘅朋友，可以星期1至4夜晚10點之後消費滿300蚊。星期5、6日嘅話咧，就要遲多1個鐘。好啦，我哋好快咧就行到入呢個接待大堂啦。前面咧就有一張長木台喎。咁呢一張長木台咧就可以喺度飲茶同埋食啲小食，亦都有呢個價目表同埋呢個美團嘅二維碼。之後我哋轉過接待大堂嘅左手邊，呢度係餐廳。咁餐廳咧就有2張台，台上面咧都有呢個價目表，有紙巾同埋呢個4個盒裝嘅小食，有糖果同埋一啲美味嘅小食，仲有大眾點評嘅二維碼。呢一壺係羅漢果茶，味道咧都非常之甜，非常好飲，亦都可以自己去拎一啲樽裝同埋包裝嘅飲品。咁水果同埋主食咧都係任食嘅，我就嗌咗個雲吞同埋一個乾麵，味道咧都非常之好啊！呢一餐咧食得好飽。喺餐廳嘅右手邊就係呢個水吧，呢度有菊花茶同埋羅漢果水都喺度煲緊，側邊仲有一啲飲品可以隨時拎嚟飲。前台上面會有微信客服嘅二維碼、大眾點評嘅二維碼同埋會員充值嘅資料。咁好啦，我哋依家嚟到前台問店員攞翻個手牌，跟住我哋就會帶大家上去2樓上面按摩啦。出翻嚟門口呢個位置，我哋會有個樓梯，我哋要行上2樓。嚟到2樓呢度轉左手邊，一行入嚟就係2樓嘅接待大堂，都係一種綠色同埋森林嘅佈置，令人呢有一種非常之放鬆嘅感覺。之後我哋就會帶大家行入房區入面，睇下入面嘅房間係點樣樣先。咁首先呢，我哋就會睇咗呢個足浴嘅房間先。佢哋會有呢一種2個人嘅足浴房間，地方都非常之乾淨同埋整潔。前面會有一個投射螢幕，可以用嚟睇電影，亦都會有呢一種3個人嘅足浴嘅房間。地方呢一啲都唔細啊！前面呢仲有個特色嘅火爐。咁3個人嘅房間亦都會有一個投射螢幕可以睇電影。呢一間亦都係一間3個人嘅房間，不過呢度呢就冇火爐，但係呢佢就掛住一個呢大大嘅月亮喺後邊。而呢一間房呢亦都一樣啦，會有一個投影機同埋一個螢幕可以用嚟睇電影。跟住我哋嚟到睇呢一間就係最大間嘅足浴房。呢間足浴房總共有4張凳，除咗4張凳之外，前面亦都會有一張梳化，真係坐到好多人啊！亦都有投射螢幕睇電影。我哋一邊行走廊，都會見到走廊嘅兩邊有啲唔同特色嘅佈置，營造出一個舒適嘅環境，俾大家放鬆心情嚟按摩。跟住我哋介紹嘅係 SPA 房，呢一間係一間單人嘅 SPA 房，我今次就係呢一間房度按摩，因為1個人嚟。佢哋呢每一間房嘅床上面呢都有呢個1客1換1消毒嘅籃，入面係一啲一次性嘅用品。跟住我哋嚟到參觀呢一間2個人嘅 SPA 房，2個人嘅 SPA 房。一樣啦，都係非常之乾淨同埋整潔嘅，亦都係1客1換1消毒。因為只係開咗幾個月呢，地方都好新下。跟住嚟到呢一間，亦都係一間雙人嘅 SPA 房，但係佢側邊仲有個浴缸，可以用嚟做泡浴。喺呢一度亦都有一啲泡浴嘅項目可以選擇。咁我呢亦都影埋張床呢俾大家睇一睇。
佢依度用嘅精油係茉莉花味或者係玫瑰味。介紹完房間，我哋就帶大家入去南濱部入面睇一睇裏面嘅情況。入面洗手盆上面嘅用品、風筒都非常之齊全，地方都好乾淨。洗手盆嘅左手邊就係呢個更衣區，更衣區張凳上面放咗一次性嘅浴巾、一次性嘅浴衣，同埋佢哋呢度如月蘭亭嘅浴衣有3個架同埋4個架，側邊仲放住咗一啲好乾淨嘅拖鞋。喺 locker 下邊 ，locker 咧仲有6架 ，locker 都唔細個，放到好多嘢。跟住繼續行入去。右手邊就係廁所，左手邊就係沖涼房，總共有3架。行入去入面睇一睇，佢哋嘅沖涼液都係好香、好舒服嘅牌子，而佢哋嘅水力呢係非常之大，沖得好舒服嘅。跟住我哋參觀埋男廁，行入嚟右手邊就係洗手盆。呢個門口轉入去就係男洗手間，咁然後我哋就睇一睇個廁格入面係點樣嘅先，都係坐廁，非常之適合我哋香港人。然後您剛剛做的是這個 SPA 其實也是我們家主打的一個項目。然後剛剛您做的是這個愉悅意境，然後是120分鐘的。那它裡面呢就包括了用熱石給您按全身，然後還會有淋巴排毒啊這些。它應該給您做了一個頌缽，是嗎？這個也可以說是一個我們店裡的一個小特色，而且它裡面還包含了選香、蚊香，還有一個嗅吸，一個熱敷眼罩。那這些的話都能夠更好的讓您的身心全部都放鬆下來。那放鬆下來之後呢，再去給您進行這樣一個精油按摩，就會讓您的體驗感更好。喺度提供埋愉悅蘭亭嘅價目表，有足浴類、SPA 類、彩耳類、中式類、面部類、頭療類、單項類，亦都提供埋一個沖值禮遇嘅資料俾大家。今次帶嚟嘅係會員價優惠，只要出示我哋影片就可以用會員價嚟買單。同店員了解過，依家最大嘅咧就係大眾點評同埋美團上面嘅團購，大家可以加佢哋嘅微信客服先了解一下。咁好啦，今日咧我哋又介紹住咁多先啦。中意呢條短片嘅話咧，可以俾翻個 like 啊！覺得有用嘅話咧，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我哋係一條娛樂嘅頻道，好需要你嘅支持，記得訂閱或者加入會員啦。咁好啦，下次又睇下帶大家去邊度玩先。拜拜。